笑，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爸。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栽培、供应和保护，长大后我才了解你辛劳。爸爸，亲爱的爸爸，谢谢你一生的付出，换我来照顾，换我来祝福，你是我永远的英雄。爸爸，亲爱的爸爸，牵着你的手陪伴到老，让我来承接你生命一切美好。我爱你，我的爸
像年少时候，大手牵着我的小手，何等感恩你是我爸爸。小时候，你是我的偶像，总爱夸耀我的爸爸最强壮，像棵大树是我的保护，长大后我也要像你一样。谢谢你为我遮风挡雨，言辞不多，却是全家的肩膀。养育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唱哦。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受苦，人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不被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专心依靠他的臂，重新得力。每个祷告神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我们都是神爱的孩子，我们在一起再从头来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开口。神的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神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人在他手里，他比较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不被满。不要看环境，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专心依靠他的臂，重新得力。每个祷告神都垂听，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做神的孩子。神的孩子在主爱中得享他安息，永远不要忘记，你是神所爱派，永远不要忘记，永远不要忘记，你要忠心走到底。各位弟兄姐妹平安，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起起立啊，跟你前后左右人说父亲节快乐，拍拍父亲的肩膀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们一起来敬拜。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
事，爱和盼望传递着，并用神迹继续随着我。是你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用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这个祝福献给在这里的爸爸，祝你们父亲节快乐。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爱和盼望传递着，并用神迹奇事随着我。是你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用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用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用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喜乐。来唱，我是天父的孩子，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用上有征战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们将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是的，无论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身份，在上帝的眼中，我们都是孩子。他的爱如山一样的高，如海一样的深。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我每一个头发，天父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谢谢神这么爱我们，在一起大大来诉说。
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更经历你更多。主啊，你那深不见底的爱，你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看不见你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你知道我们的神跟天父一样，跟我们的爸爸一样，给我们多大的肩膀跟膀臂，让我们可以在患难的时候有帮助，让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得加坚强。邀请大家，我们在从头来唱的时候，我们一起大大来开口，向神说：神啊，我真的很爱你。神啊，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赐我生命的力量，让我站在这里来敬拜你。哈利路亚。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神灵帮助我，更经历你更多。深不见你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深不见你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爱你心想造我，深深认识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我每一根头发，我每一个头发，天赋你都细数过，恩典如繁星一样多。是的，神啊，你的恩典如繁星一样多。认识你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祝福。哈利路亚。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繁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
今生颂扬的。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路真心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认识神是最美的祝福，我们要把这个祝福献给我们献给我们的爸爸。这个时候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开口为我们的爸爸来做祷告。那如果你不知道向谁诉说的，你也可以向天父诉说你对他的爱，因为天父就是我们最爱的爸爸，就是我们最爱的榜弟。所以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为我们自己的爸爸来祷告，向天父说说话，让你的爸爸说说话。我们也同声开口，赐神让给我们的爸爸身体健康。哈利路亚！我们一起开口。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说感谢你来到你面前，说我们要为我们的爸爸在献上给你，主为阿爸，我们爱的我们，在我们的爱，为阿爸，你的帮助，你的祝福在我们的身上，祝我们的爸爸永远健康快乐、平安健康。主啊，我要赐福我的妈妈在新的一年当中就给我的梦想，我们平安喜乐，主啊，让愿意来祝福阮在座每一位老爸，这是大人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特别的父亲节主日，你再次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要为每一位父亲献上感谢，感谢你让他们在家庭中辛苦的付出，承担责任。求你亲自赐福每一位父亲，给他们健康的身体，平安的心，也给他们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力量，让他们不只是家庭和带领者，更能成为孩子信仰上的榜样。主啊，也求你纪念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学习彼此体谅，彼此包容，彼此相爱。愿你的恩典充满我们每一个家庭。现在我们要来开始今天的敬拜，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让我们安静自己的心，专心来到你面前。愿今天的敬拜蒙你悦纳，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那么接下来要来请我们陈慈雅执事来为我们来做见证。牧师、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父亲节快乐！今天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上帝在我生命中的做工与带领。坦白说，每次听到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听到许多人遭遇人生的大风大浪，然后经历神大能的医治与反转，我心里总是既感动又有些心虚。因为我在属世的生活，感谢神的怜悯，一直走得蛮顺遂的，没有遭遇什么波折。我是个第4代基督徒，也顺理成章的受洗了。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的信仰是不温不火的。我就像一个拿了上帝好处就走的人，享受着神给我的平安，却从来没有为福音生出过任何火热。以前的我很少读圣经，每次拿起圣经翻开来看的就是传道书。传道书开篇就说：空虚，空虚，人生空虚，一切都是空虚。在安逸顺遂的日子里，我越读越觉得人世间不过就是如此，生老病死，日复一日，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这样在属世的生活圈、舒适圈里，过着一个外表受洗，生命却没有动静的基督徒生活。这几年，我的父母相继回天家了。父母的离开带给我极大的伤痛与不舍。然而，我也这样告诉我自己：谁的父母不会过世呢？这不过是人生的必然。属世上，这似乎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见证。在这段伤痛的路程中，感谢弟兄姐妹不间断的陪伴，而神也亲自用他的话语安慰了我。使徒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到14节中劝勉我们，不要为离世的亲人过度忧伤，因为在基督里，死亡不是终点，他们并没有离开，只是在生命的尽头，在天父的家里等着我们。这样的盼望驱散了我心中属世的阴霾与传道书式的虚空感。更让我惊讶的是神的安排，就在父亲回天家前不久，我当选了教会的执事。神借着这个职分，把我从信仰的边缘硬生生的拉回了事工的核心。我开始更加深入的参加小组，承担事工，也养成了每天读经、灵修、阅读属灵书报的习惯。在这个过程中，上帝开启了我的眼光，让我明白受洗不是基督信仰的终点，而是生命的起点。我渐渐领悟到，神之所以没有让我经历过太多大风大浪或烦恼，可能是他对我有特别的旨意。他要我把时间和精力花在吃喝他的话语上，让灵命长大成熟，终有一天成为合神所用的器皿。创世纪亚伯拉罕3家族的3代历史给我极大的启发。亚伯拉罕是个因信称义的开创者，
他听从神的呼召，凭着信心离开本族、本地、本家。以撒是个享受恩典的继承者，他一生都在挖井，一直享受父亲留下的祝福与主的恩典。雅各是个生命被神彻底翻转的经历者，他本来是个抓住属世利益不放的人，直到他在比努伊勒与神摔跤，生命被谁彻底管教与改变，才从雅各变成以色列。我发现我不就是那个以撒吗？作为第4代基督徒，我一直在享受我爸我妈祖先留下的信仰红利与上帝给的顺遂安逸，但信仰不能只停留在享受恩典的以撒阶段。神要我像雅各一样，经历神生命被神管教与塑造的过程，从一个只顾自己安逸的人长大成熟，为神所用。神救赎我们，不只是要让我们上天堂，更是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承担起容神一人的责任。我开始在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因为我明白我们的生命就是福音最直接的广告。我渴望活出一个吸引人的生命，让身边未信的朋友看到我里面的平安与正直，进而想认识我背后的那位主。这份生命的转变不仅影响了我自己，也延伸到了我的家族。今年清明节在南投民间乡公墓，堂哥和堂姐严肃地对我说，你爸爸以前是教会的长老，带领大家在这里做追思感恩祷告，现在他走了，你要接下他的棒子。我们已经脱离信仰生活太久了，在我们这一辈里面，也只有你最有可能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那一刻我意识到，如果我们这一代不站出来见证主，那这份祖先传下来最宝贵的属灵资产，可能就在我们这代断绝了。我必须站出来，把这个家族重新带回信仰里面，让神的祝福能够代代相传。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站在这里，我不再觉得是那个人生空虚，只想躲在舒适圈里的第4代基督徒了。我不再满足只是每主日坐在教堂里当一个观礼者，我渴望能真正以人归主，渴望未来能够陪人读圣经，与那些渴慕真理的人一起在话语中成长。愿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的生活是平顺或是波折，都能回应神的呼召，成为他福音的出口。感谢主，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慈雅执事。那等一下，我们再请那个就是牧师来做一个介绍。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请那个嘉生长老黄嘉生长老来为我们做见证分享。好，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那个父亲节快乐。好，那个我大概有30几年没有跟我父亲一起过父亲节了哈。那特别在父亲节的时候呢，我都会想起就是爸爸的一些作为哈，那我可以学习的这样子哈。那身为我现在也是父亲哈，那我常常在思考，就是说做一个父亲到底是可以留给小孩子什么，是对他有帮助的这样子哈。那其实这个答案呢，在我爸爸的生命当中我觉得爸爸一直在示范给我看哈。那我爸爸还在哈，我爸爸在这里哈。那个黄禄胜长老哈，那个爸爸起来一下，很多人不认识你哈。好 ，OK， 好。那好，爸爸请坐。好，妈妈也站起来一下，妈妈是宝和姐。对。好，谢谢文杰长老的提醒哈。如果没有叫妈妈，妈妈会吃醋哦哈。现在这个阶段哈，好。那小时候呢，我们就是因为我是第3代哈，所以在教会常常看到爸爸在教会的服事，然后是非常的热心。然后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爸爸在教会跟牧师跟长老执事关系都很好，然后都很受尊重这样子哈。
那我一直也想要学它，但是学不来哈。那这个还在学习当中哈。那小时候记得就是爸爸参加小组、参加训练，然后开小会，好，然后有时候很晚好才回来。那我都想说，这样子到底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可以付出那么多这样子哈？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样。那除了在教会服侍热心之外呢，他当然对我们都很照顾哈。那我们也都是很感谢他。然后我爸爸是38岁在迦南教会当上长老的哈，38岁这样。那一直到55岁去泰国经商，那这段时间呢，在教会也担任了很多的服事，特别我记得在建堂的时候，那时候爸爸才刚当长老没有多久，跟孙正长老也一起同工这样子哈。那我记得就是我们教会49号的椅子，很重，对不对？这是要怪我爸爸，他挑的哈。所以让大家这样搬来搬去啊，之前也是有说想要把椅子换掉，其实我都蛮不开心的哈。但是换掉也没关系啦哈，就是比较轻松这样子哈。那不止爸爸在台湾也是参加服事，爸爸去泰国经商的时候呢，他发现在曼谷的地方没有一间台语的教会，所以他心里就觉得说这样不行，他就积极筹划，大概5年左右的时间，在在曼谷成立的台湾曼谷基督长老教会，那在2002年的时候建堂，那教会很大，占地也很大这样子，但是因为台湾人不多，讲台语的不多，所以现在教会人数不多，需要大家带导那后来就是我也长大了嘛，那也是刚刚讲一直想要学习爸爸。然后也希望说从爸爸这边可以得到一些能力，在服事上可以给我一些帮助这样子。我看一下哈。然后后来我就结婚生小孩了哈。那我是38岁开始服事神哈。那我38岁的时候呢，当上小组长，那时候是真正的牧师的时候这样子哈。那在服事上我虽然已经38岁，但是对信仰是非常的粗浅，没有说没有很认识这样子，那不断的来学习，那也透过爸爸的提醒每次爸爸从泰国打电话来就说有去教会不，就是只是讲这一句话这样子那所以我就带着这样爸爸的提醒我也是把小孩子都带来教会这样子那不过这个社会不是很险，这个社会很诱惑很大那小孩子在升学的时候呢，我就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我让小孩子自己决定说你要去学校，你要去补习，还是要来教会，我说你们自己决定那这个决定呢，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后悔的事情所以后来我所做的一切我都觉得我是在弥补这一个错啦那就是我在小孩子16岁的时候，慢慢就在思考说怎么样让他们可以再一次回到教会来这样子那我就想说应该好好跟他们教育，好好讲那我就很有耐心的就跟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来教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来敬拜那为什么要奉献为什么要服事，那我们祷告是要做什么我就非常有耐心的跟他们讲那后来我发现我很有耐心，但是他们没有耐心听就很应付我这样子这个时候我就想到爸爸爸爸跟我讲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就是那个顺序很重要爸爸跟我讲说信仰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它排第1位第2呢就是健康然后第3个才是学业这样子那我的理解是那学业就不重要了那后来我就那个就是把爸爸的这个教导记在心里，那我也想说用这样的教导想要来告诉我的小孩以宽以容这样子那在我心里我就想说信仰第一没有问题然后健康第2也 OK，
然后第三呢，我觉得家庭很重要，所以家庭第三。然后第四呢，就是学业也很重要，哈，就第四。然后第五呢，就是交友，那个交到坏朋友也不行啊，哈，所以交友也很重要，排在第五。然后兴趣，我希望说他们的生活还是要有一些兴趣，好，所以兴趣呢第五。后来想想排到7、8、9去了，很多这样子，哈。那我想说，我这样子安排，他们也不一定会听，哈。那后来我就决定说，好，不要讲那么多，把小孩子带来教会，信仰第一就好了，好，我只要求这个，好，我就跟他们讲说，爸爸要求你们，哈，这一辈子啊，哈，爸爸只要求你们把信仰，好，这件事情做好，跟神、跟教会有更多的连结，把这件事情做好就好了，好。那我小孩在下面，哈，好，在这里，哈，宽宽，然后蓉蓉在后面。哦，好，没关系，好。那我就跟他们这样子讲，哈，我就是想说一生，哈，就是信仰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样子，哈。那神给我提醒，就是说，给我2个提醒啊，哈。神说关系也是很重要，哈，所以我就跟小孩子说，我们常常会有沟通，会有意见的不一样，哈。那我跟他们说，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吵架，也是可以意见不合，也可以讨论。但是我们的前提就是我们要维持关系，好，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的对话对立，好，我们的关系都不能破坏，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好，所以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我就比较敢大胆的要求，好，那就是说，跟他们说，要来教会的事，好，要读经要祷告这些事，我就比较敢要求这样子，好。那第2个提醒呢，就是跟神的关系更为重要，所以怎么样跟神有建立好的关系呢？就是我后来我就是每天大概维持2年的时间，每天我都会传一段的经文，我们从新约开始，一段的经文，那我就会提醒小孩说，你们先看先读，然后先思想，说这个对你有什么帮助，对你有什么提醒，然后想说，有什么疑问，有什么不懂的，然后我们晚上呢，我们找时间来分享，好，那大概2年多的时间，我们新约读快差不多一半，现在加拉太书过了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当中，也会遇到很多问题，有时候小孩子不在，有时候小孩出去玩，那我们就用电话的方式，那我是很坚持，就是说希望每天都可以有机会跟他们做一个这个互动，至少都用电话的方式。那如果当天很累的话呢，我都会想要跟他们一起做个祷告这样子，那当然是求神帮助我，希望说我可以陪他们把圣经读完一遍这样子，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以宽、以荣，慢慢就比较多来教会，比较常看到他们，那其实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在其实我的好朋友，那个如山长老、敏哲长老、苏成长老，他们的小孩都长期都在教会，伟谦、陈鑫，还有那个荣佩，他们都常常会在教会，这都是我小时候的玩伴，那就提醒我，就是说，对，确实要把小孩子带到教会来是一生最不会有后悔的事情，就意思就是说，把小孩子交给神来带，我们人很有限。小孩子那个神是无限的，他的能力大过我们太多了，把小孩子交给神，我们是可以最放心的这样子，所以慢慢的看到宽宽也有回来那个服侍，那我也跟他分享，他也还蛮喜欢服侍，然后跟那个允琪好像也关系还不错，然后慢慢的他也很喜欢这个团体这样子，那我相信蓉蓉，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也慢慢会加入这个服侍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需要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们天上的神，我们掌声。好，感谢天父，那我在这里有一段经节跟大家来分享，是以赛亚书54章13节，这边说，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我们小孩子平安是我们最安心的事，最放心的事，所以我再念一次，你们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所以我想要对在场
的弟兄姐妹，如果家里有年轻的青年我希望说你们真的是要把小孩子带回来教会教会的青年需要你们的小孩希望教会的青年人数越来越多。我觉得这是做父亲的使命跟责任。最后我祝福大家用爱守护关系，然后建立家庭祭坛，把小孩子交给神。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好，我们拍手谢谢嘉诚长老的见证分享，我们也拍手谢谢慈雅执事的见证分享。那他们的父亲呢，都在迦南教会来服侍，从迦南教会当中领受上帝的呼召还有恩典，所以他们也影响他们的儿女，影响他们的下一代，能够继续的用这样子的热心热忱来服侍神今天是我们教会1年1度的青年服侍主日以前郑牧师的时候就把8月份的父亲节的主日定为青年服侍主日。那母亲节是什么？谁来服侍？儿童服侍主日，就是让教会的下一代能够来透过母亲节，透过父亲节所以今天看到我们在场有很多的父亲还有父亲的家人也有出席也有到场我们先请爸爸们，请你们举手好吗？我们给爸爸们，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请放下。那特别今天很难得今天我们除了庆祝父亲节，还有一只海豚来陪我们过父亲节是那个台风叫做白海豚那个海豚那正在从台湾的北部经过不过感谢主没有在桃园这个地方风雨只有轻微稍微但是呢在今天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要庆祝父亲节那也希望能够透过2位的见证分享给每位父亲们，给他们鼓励，给他们加油能够继续成为家里面的精神的遮盖好像看到他们的父亲影响他们的儿女所以跟你如果你爸爸在你旁边对你的爸爸说爸爸父亲节快乐，或是你的旁边是父亲跟他说爸爸父亲节快乐牧师很开心因为我想说今天人大概会只有现在的一半不过呢大家都为了父亲踊跃的来敬拜天父，我相信天父上帝呢一定更开心。阿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3章12到16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我们先读上面的华语，等一下我们再回来读后面的台语，下面的台语我们先读华语，请青年来读青年来读，请。我继续奔跑，只求赢得那奖赏。其实为要使我达到这目标，基督耶稣已经先赢得了我。弟兄姐妹们，我并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我向着目标直奔，为要得到奖赏。这奖赏就是属天的生命，是上帝借着基督耶稣呼召我去领受的。所以我们当中所有灵性成熟的人都要有这样的想法。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上帝会清楚地指示你们。无论如何，我们要依照我们一向所遵循的规矩向前走。那我们再来请这个爸爸妈妈们来读台语，下的台语来请。安尼不是讲我已经得到，还是已经达到目标，我继续直直行，望通得到赏。其实基督耶稣已经得到我，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打拼追求头前的事，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赏，就是上帝通过基督耶稣，叫我去领受迄个对顶面来的活命。所以，咱中间诚实的人，就有相款的想法。恁中间也有别款的想法，
上帝嘛会将这个想法甲恁指示，无论安怎，咱就照已经行过来的路线继续走。好，前进哈，啊，前进。好，你们觉得青年念的比较好，还是爸爸妈妈念的比较好？牧师念的比较好啊！我觉得爸爸妈妈有很好的榜样啊，他圣经就是安怎爱大声好大声的读出来啊！好，今天是父亲节，我要邀请几位爸爸上台啊！好，请嘉生长老、好敏哲长老、庐山长老好，请你们上台啊！请你们的大小孩好也上台。好，老大好，领导的老大好，这个是以宽好，然后陈鑫。好，还有伟谦，好，我也邀请我儿子啊，允琪也上台好了。好，我们要来透过这几个爸爸呢，好，你们觉得这几对父子，好，来站一排，好，不要叠，站一排。好，这几对父子，你们觉得哪对父子的感情最好？好，马上呢就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好，这个呢不是大家说了算啦。好，我要来测验一下。好，这个题目呢，好，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真正喜欢，不过我有准备奖品。好，是这个圆山饭店的下午茶。好，哇，所以呢要认真回答。等一下呢，题目呢，如果是 A 就举右手 ，B 就举左手，只能够选哦。虽然没有你们不一定是你们要的答案。如果你选到题目是 A， 你的答案是 A， 好，就举右手。啊 B 就举左手，再过来一点，好，这样大家可以吗？不可以看旁边的那个答案哦，大家站一排哦。好，准备好了吗？好，为了这个圆山饭店的下午茶，好，第一题，好，当这个老爸累了，最想喝什么呢 ？A 冰美式 ，B 珍珠奶茶，请举手。好，谁答对了？好，我答对了，好，请放下。好，第二题，好，第二题，我看一下题目是什么，你来念啊。好，站一排哦。当全家一起看电视的时候，老爸爱看 A 新闻台 ，B YouTube 卡通，请举手。几对答对了哦，只有陈信你举卡通，为什么？他喜欢看什么卡通？他最近都不看新闻啊！他最近明明都不看新闻。哦，最近不看新闻。好，新闻看太多了。好，第三题哦。当父亲节放假的时候，老爸喜欢去哪里呢 ？A 沙发躺平 ，B 露营踏青，请举手。好，现在有谁答对了？只有敏哲答对了。哇，好，请放下。这样伟谦答对几题？2题。陈鑫答对几题？6。允琪答对几题？2题。好，以宽答对几题？1题。好，所以呢，我来颁奖。好，圆山饭店的下午茶。圆山饭店的下午茶的茶包。好，请回座。记得下午才可以喝哦，早上不能喝。好，所以刚才那个苏成长老说怎么没有叫我上来，现在说他不用上来好也好。不过呢，这个简单的游戏呢，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出爸爸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其实很多事情不见得就是你所想的这样子但是呢，在父亲节当中，我们都会送父亲节礼物你知道爸爸最想得到的礼物是什么呢？现金。这个爸爸他永远不满足现金。好，上面呢有刮胡刀，还有血压计，还有黄金还有一个那个健康食品。好，但是呢，我做了爸爸大概也做了20几年我觉得20几年呢的爸爸的虽然没有说很长，可是我觉得呢，当一个爸爸呢，这些礼物对你来讲不是你最想要的。我写了3个
好，这个父亲最想要的礼物啊。好，第一个呢，就是记得父亲的话。我觉得当一个爸爸呢，好，如果你讲的话，你的孩子会记得，哇，我觉得很棒。你记不记得你爸说过什么话？记得，好，记得吗？要不要分享一下？不好意思，分享。好，你爸爸说过的话，好，重不重要？不一定重要，但是有时候呢，他人生当中可能真的想要交代，想要对你说的话，好，因为这是他生命的智慧。好，他想要，好像陆胜长老最后的话就是只有一句话，好，记得去教会，好，记得去教会，好，我可以教会不？好，我相信呢，这也是一个智慧啊。第二个呢，好，父亲呢，我作为父亲，我也很期待，好，就是呢，能够感谢什么？父亲的爱。好，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爸爸爱你？你觉得你爸爸有爱你的，请举手。好，大部分人有举手。你有没有谢谢他？你有谢谢他的，请举手。好，谢谢，感谢主，请放下。没有举手的人呢？好，请你呢，好，如果你的父亲还在，好，对他的爱，好的表现，好，可能他是用打是什么？打也是一种爱，骂也是一种爱，好，但是呢，你要知道他的出发点是爱，好，跟他感谢，好，有时候呢，你觉得他的付出是笨拙的，但是还是要谢谢他。第三个呢，身为父亲，我最期待的就是能够继承父亲的什么？梦。好，你的父亲有什么梦想？去教会。好，梦想去教会。好，这个父亲的梦想呢，好，我在那个以前的那个一个电视节目上看到说，哇，美国好一个儿子，好，在他父亲生日的时候呢，给他一个礼物。好，那个礼物就是一个盒子，打开是一把车子的钥匙。哇，他爸看到这车子的钥匙怎样？哇，就很激动，然后他就带着他爸走去那个车库，车库门一打开，里面是一台什么？法拉利。好，哇，原来他爸爸的梦想就怎样？开一台法拉利。可是我想说，如果哪一天我儿子真的送我一台法拉利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心？不会开心啊，因为呢，开出去那个油钱怎么样？油钱很贵啊，还有那个税金也很贵啊，好，我就开始要伤脑筋。啊，但是这个是表达对父亲的梦。好，你的父亲好，可能有他的梦想，他的人生好，想要追求努力的目标。但是这三件事情，好，我相信是父亲节送给他最好的礼物啊。所以我们把这三件事情大家来念，是第一个是记得父亲的话，第二个是感谢父亲的爱，第三是记得父亲的梦。各位爸爸举手的爸爸，你们有没有收到孩子父亲节的卡片？有吗？爸爸有收到，请举手。啊，只有一位哦。啊，2位、3位，好，勉强快举手。好，如果你看，如果你还没有收的话呢，好，或是你有用 LINE 写给爸爸吗？有没有？用电话讲电话。好，我有收到我这个父亲节的卡片，好，用迦南教会的信封，然后呢，上面写了安呢，好。他写的很简单，就是突然放在我的桌上。他说呢，亲爱的 Dad， 父亲节快乐！谢谢你成为我们家里的好爸爸，榜样总是有权威、有气势。希望你以后可以放下你的牧师脸、牧师面，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温柔的、包容的爸爸。好，爸爸节快乐！我就不要把他名字念出来了。好，不过呢，我还是很开心。好，就是呢，他会感谢我，好，或是呢，他会祝福我。在父亲节当中，好，其实呢，就是要能够让每个父亲得到应当有的尊荣。这个尊荣呢，好，是谁要给父亲的？好，是做儿女的。好，所以尊荣父母，好，使我们可以得福。跟你旁边说，尊荣父母使我们得福。尊荣父母使我们得福。好，所以今天牧师剩下10分钟。好，不过我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信息，就是腓立比书3章12到16节，我们再把这一句好浓缩版念一次。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好，那透过今天这个经文呢，好，我们要来祝福每位父亲，好，能够有天父的形象，能够得到父亲应有的尊荣啊。第一个就是要忘记背后，父亲辛不辛苦？
好，他要背很多的背包，背包里面装什么？装石头。这些石头是什么？经济啦，好，还有要管家里面啦，好，房贷啦、车贷啊，好，这个加恩，好，加恩，好，当爸爸辛不辛苦？很辛苦哦。好，加恩呢，好，2个礼拜前突然心脏哦，这个呼吸困难，好，然后紧急送医，好，送医之后呢，还进了加护病房，哇，然后大家就一起为加恩来祷告，好，下次加恩要来分享见证，哦，还好呢，好，住院住了5天，几天？啊，住了1个礼拜，好，1个礼拜，好，终于平安的，好，健康的出院，还好都没有手术，啊，但是在这个加护病房的时候呢，我想说，哇，加恩这么年轻，好，然后2个小孩，好，如果这个爸爸，好，万一，好，上帝把他接去，不是圆山饭店呢，是去天上喝咖啡，那怎么办？小孩怎么办？好，当父亲的，好，真的就是家里的触不一定，好，是家中的遮盖。可是父亲常常背了很多好的重担，好，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父亲得到福音呢？好，传福音给父亲给家人。困难还是简单？难。今年我们的夏令营呢，好，叫做福音啊。今天我们夏令营叫做新世纪福音勇士，好，福音勇士。好，左边呢，这是一个漫画，新世纪福音战士。好，有5个方法呢，好，可以让我们为家人来祷告。第一个，我们大声一起来念。有持之以恒的信心，好，为了父亲的得救，好，不管他有没有信耶稣，他有没有跟你一起来教会，你要有持之以恒的什么心？第二个，大家一起来念，求神开启福音的环境，好，就是你要跟祷告啊，跟上帝祷告，好，让父亲好愿意接受福音，好，在最近我们有接收到一个姐妹，好，她说希望可以去关心她的爸爸，好，去她的家里面，因为她爸爸。好，是一个人在家，好，结果我们要打电话去的时候，他知道说是教会，说啊，你麦克卡来，好，他不需要教会的关心，好，但是呢，这时候该怎么办？好，就要祷告，好，求神开启福音的环境。第3，我们一起来读，为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刻祷告。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样切入，好，怎么样跟他来传福音，但这个时候就要怎么样？祷告，好，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所以你要传福音给爸爸、给妈妈、给家人，他还没有信耶稣，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要怎么办？祷告。第4，我们来读，不论好坏经历，都是信主契机。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不管他身上发生好事，但是或是他身上发生不好的事情，都是一个信主的契机哦。好，那这次嘉恩呢？好，大病，好，然后出院。好，我讲的是这个赖嘉恩，因为我们教会好多嘉恩。好，嘉恩呢？好，这次哇，从医院出来之后呢，哇，他的家人都非常的感动。好，所以他的太太、他的2个孩子，好，都决定呢要受洗。好，都要决定要受洗。我们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牧师看到他们好报名受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啊！就是说，这真的是上帝动工。虽然好送了。医院好，加护病房。他说他这辈子呢，好只有出生的时候去过医院，好，然后到现在去住过医院，好都很健康。可是呢，这就是一个契机，阿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即使祷告不下去，仍然要祷告。所以每一个都跟什么有关？祷告。传福音要怎样？好，我们在今年的8月，我们有我们之前有外展部好的宣教月。你回想这些宣教的这些同工，好，上礼拜哇，这个宜城，好，我们教会出身的宜城回来我们这边报告，看见大家的奉献真的是非常的踊跃，好，大家就被他们这些宣教传福音的热情给感动。而我们在今年青年8月，好，也要去高雄，第2次去小港的汉民教会去短宣队，好，昨天他们有一整天的短宣的训练，好，那牧师在看到他们在准备当中，好，准备的很齐全，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祷告，好，就是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啊。所以，亲爱的爸爸们，好，当你身上如果背了很多的石头、很多的重担，好，你要怎么样？把它删除，怎么删除呢？祷告，好，就是祷告，好，求上帝能够卸下父亲身上的重担，让他去感受、去经历
就知道说哇，原来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所以这是第一步，要忘记；第二步要努力，努力面前，努力面前，面前怎么努力呢？努力面前呢，就是要穿上这个加速鞋能够向前面来冲刺，来奔跑。好像呢，你这个里面背着去爬一座山，但是里面不是装石头，而是装着这个蛮牛，一边爬山一边喝蛮牛，就能够加速登山，爬上山上去在2个礼拜前这个嘉生长老的儿子，还有我的儿子然后还有许成凯牧师的儿子然后他们有4个人一起去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梦想爸爸没有完成梦想，他们去爬了玉山花了11个小时又22分钟而且就2天来回但是呢，看到他们能够这样子利用暑假这么热的时候愿意去爬玉山真的是为他们感到很高兴就是说他们不是在暑假滑手机打电动当然他们有去打工赚钱可是他们愿意花这个时间，觉得这是一个人生很棒的体验。想不想去爬玉山？想的话可以找以宽教练来报名他第一次爬山他连虎头山都没有爬过人生的第一座山就是台湾最高峰玉山太强了，好，给他们4个掌声鼓励一下。可是爸爸们呢我们都要爬人生的最高峰就是父亲这座山。这个礼拜3的祷告会丰盛长老分享亚伯拉罕带着他的儿子以撒爬了一座不知名的山。这座不知名的山是一座很痛苦的山，多痛苦呢？他要带他的儿子到山上去，最后怎样？把他的儿子亲自在那边献给神。可是呢，这个痛苦，当他愿意顺服神，把优先顺序排出来，神放在第一位。后来这座山有了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山？耶和华以勒。以勒在哪里？以勒在那边。好，我们教会有好几个以勒。这座山有了名字，叫做耶和华以勒，就是在神的山上必定有预备。所以，亲爱的爸爸们，当你觉得你在顾这个家庭，够囝够囡仔，够心力打拼真辛苦，但是不要忘记你在爬的这座山叫做什么山？耶和华以勒的山。在神的山上必定有预备。所以当你勇敢的走出向前的时候呢，上帝就会为你预备。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努力面前这个字的希腊文的意思就是你的身体要往前。你有没有看过那个跑100公尺？跑100公尺，他跑到那个终点线的时候，身体要怎样？要往前。而身体往前还不够，还要怎样？舌头再吐出。不过舌头没那么长，还要舌头吐出来。意思就是说我要用我的全力。如果头发可以往前伸的话，就头发往前伸。就是他要用他全部身上所有的地方，能够最早到达终点。这就是努力面前。所以爸爸要有一个天父的形象，你要知道你要爬的是什么山。你要知道这座山之后呢，你就要像这4个年轻人一样，半夜不睡觉，2点起床，3点开始爬，爬到玉山的时候是几点？11点22分，11点22分，就是要这样子的全力的冲刺所以放下背包的大石头，穿上向前努力向前的鞋子，最后一个就是要向着标杆直跑。而标杆是什么呢？就是神会给我们一个天上的奖赏。做父亲的等一下我们都会领到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就是教会为大家每个父亲准备好的这个父亲节小小的礼物。可是在天上有神为每位父亲预备的巨大的礼物，就是存留到永远的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礼物呢？其实刚才这个慈雅执事嘉生长老都有分享，这个礼物呢就是能够信仰的传承。你能够影响你的儿女，能够影响你的下一代。你现在对神的这个专心尽心尽性尽力，但是呢能够让你的孩子
也能够像你一样好的来服侍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祝福，好一个礼物，就是要能够全家一起来完成。所以这不是只有爸爸一个人爬到山上去就够了，是要怎样？全家跟着爸爸一起登耶和华的山。好，所以跟你旁边说，全家要一起登耶和华的山，全家要一起登耶和华的山。所以3句话，好，第一句话就是忘记背后，第二句话努力面前，第3句向着标杆直跑。当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人在哪里？好，因为这是一封监狱书信，他在监狱当中，好，可是呢，他却能够鼓励，好，在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和姐妹，好，就是要保持好，为着福音，为着得着奖赏，不要害怕艰难。所以今天牧师的题目是：老爸，你要重新怎样出发？不管你现在是几岁，好，40岁、80岁，好，甚至年纪更长，但是你要忘记努力。向着标杆直跑，好，上帝就会给我们得着奖赏。所以过去的老爸，好，可能好是一个背着石头，好，满脸忧愁，然后呢一直生气，一直骂人。好，你的爸爸会不会这样？好，我看我们家的小孩啊，他会说爸爸一直骂人，好，因为当爸爸就是这样。好，如果爸爸不出来的话，好，我不扮这个黑脸，那这个家呢就废了。好，有时候牧师也是这样。好。我现在当牧师，好，也体会郑牧师为什么以前那么爱骂人。好，没有骂人的话，好，这个教会发条螺丝都这样掉满地啊。好，但是我很佩服有些当总统的，好，他都不用自己出来骂人。好，那就是哇，他有办法可以叫。好，我看我上礼拜赖总统好像也出来在骂人的样子。好，但是呢，有一些人，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可是家中好需要有秩序，需要管理。所以爸爸们很辛苦，好，你要给他拿下他的大石头，让他能够穿上加速的鞋，登上耶和华的山哦。好，在我们的周报，好，有一个家庭祭坛，好，你可以透过周报当中的家庭祭坛，好，来分享父亲放在祷告当中。特别如果他还没有信主，还没有信耶稣，就是一个祷告的机会，传福音、做见证的机会。好，让你的父亲好能够知道他在努力的山，好，不是他自己零星，好，这个在这个摸把的行书向狼灾哦，好，而是他能够知道哇，原来一切都有神的旨意。也期待好每个父亲呢，好，下次站在台上，好，在玩这个举手的时候呢，好，父子连心，好，大家都知道爸爸爱的是什么，然后爸爸也知道儿子爱的是什么，女儿爱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是父亲节，我们透过腓立比书教导我们学习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还要向着标杆竭力来奔跑。我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那从天上来的奖赏。求神来祝福每位父亲都能够认识主耶稣，成为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祝福。如果我们的父亲已经在主里面安息，也感谢主，让他们能够留下美好的身影，继续影响我们。如果我们的父亲还没有接受耶稣，我们要这个时候为他来祷告，求主耶稣兴起环境，带来契机，能够让父亲的心被柔软，被打开。求圣灵保惠师亲自来动工。我们在你的面前献上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为父亲们来祷告，为他们来祝福，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成为他们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好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举起手来宣告，耶稣是我们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
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这时候邀请大家一起同声开口，为你的爸爸来祷告。1、2、3。现在天父上帝，我们要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主啊，求你使我的父亲能够在上帝的心中成为神你所拣选的。主啊，谢谢你让我的父亲能够来照顾我、陪伴我。主啊，也好爱爸爸也当身体健康，也当心情臃肿。好爱爸爸也当伫水内面得到主你的欢喜。主啊，也祝福我每一位做老爸的，都会当伫主的面前来得到上帝你的眷顾，得到上帝你的温强。主啊，也祝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父亲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成为他这一生当中最美好的祝福。哈利路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抬手把一切荣耀归给主耶稣。请坐。我们这时候要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和乐意。如果您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祷告来表达您的感恩。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珍贵，世界舍弃的，但你看我为宝贝。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为我生命是我的完全，在创世之前，你拣选了我，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所有一切为你所赐，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爱子是你给的。请起立，跟弟兄姐妹起立。我生命为你所有，我们有什么不能给你？赏赐在于你，收取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亲密，一生为你成为祝福。亲爱的天父，我们满怀感恩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今天是父亲节主日，我们特别为每一位父亲献上感谢，感谢你赐给每一位父亲们爱、责任与榜样。求你加添他们智慧、力量与健康，使他们在家庭中成为敬畏神、爱家人的属灵领袖。正如圣经所言，义人行为正直，
他的子孙幸福无穷。愿你祝福每一位父亲，使他们行在你的真理中，满有从天而来的平安、喜乐与恩典。也祝福每一个家庭在爱中彼此扶持，在基督里同心同行，见证你的荣耀。现在我们献上时间、金钱与才能，求主悦纳我们所献的，让这些奉献成为福音的祝福，让更多人认识你，经历主的爱。也求你祝福每一位奉献的人，照着你丰盛的恩典供应我们所需，使我们经历你信实的看顾，学习做忠心良善的管家。我们如此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那首先我来介绍今天第一次来到江南教会的来宾。首先是赖显章牧师夫妇，不知道我在这边哦，在这边欢迎你们来。他们是有啥介绍吗？对，我补充一下赖牧师是在土城长老教会退休，然后他当了完总会议长之后退休，然后又去美国的圣荷西教会服侍那他是我们那个大和兄在美国的牧师，今天他也来看大和兄，也来参加我们的父亲节主日跟赖牧师娘。然后还有土城教会的林长老夫妇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拍手来欢迎，欢迎你们来。然后2009年，那时候陈牧师是青年牧师的时候，有去那个约翰加文诞生500年的这个宗教改革学习之旅那就是赖牧师那时候带队所以那时候跟赖牧师一起去瑞士、法国，还有3个国家还有苏格兰，去苏格兰，去3个，好，再次拍手欢迎，好，谢谢赖牧师。好，还有一位来宾施文全弟兄，在后面，好，也是欢迎你来。好，再来，我们要在报告之前，我们先来一起读一解台语的金句，再一次华语的金句，来台语先来。兄弟姊妹，我无想讲家己已经得到，我只有专心一项，就是记住后边的事，打拼追求头前的事。华语，弟兄姐妹们，我不认为我已经赢得了这奖赏。我只专心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全力追求前面的事。腓立比书3章13节。好，来，上个礼拜呢，夏季音乐营刚刚结束，来，我们来欣赏这段影片。欢迎今天晚上大家一起来参加2026 WBC Camp 夏季音乐营的成果发表会。经过这5天的努力学习，充满欢笑也有挑战的音乐旅程。今晚孩子们要将这几天的努力的练习成果，透过音乐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们这次的夏季音乐营是教会第一次来举办哦。好，那我们有透过平安契约关怀协会，好，还有我们教会，还有邀请大家好一起来关心，希望教会有更多的音乐人才，如同诗篇所说的，要用更多的诗弦、乐器、击鼓、跳舞、拍手来赞美神。阿们。好，所以要鼓励你的孩子要多多学乐器。好，我们拍手，谢谢他们的呈现，感谢主。好，本主日是父亲节主日的联合礼拜，求主祝福爸爸们成为家里的遮盖，成为教会的祝福。那待会会赠送在场父亲一份礼物。好，再来。那本主日也是青年的服事主日，感谢青年牧区在这场礼拜中的服事，愿上帝祝福你们。那今天小组聚会以及爱餐暂停一次，但是等一下礼拜结束后，会每人发1颗包子，请记得在外面领取。妇女团契跟松联团契不用。好，再来参加下午的牧区训练的小组长不用。好，在华山区的祷告见证会是在再来的礼拜3 8月12号晚上8点。在7楼的礼拜堂是李介成长老来主持，那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用祷告来建立教会。在校庆主日的活动，邀请张木轩总干事来报告。好，牧师长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好，那我们来报告一下有关于今年校庆主日的活动。那2026年8月23号礼拜天，这就是我们的祖父母节，也就是我们的校庆主日。那天呢，协会跟那个阿卡贝牧区会一起举办祖孙闯关去的活动。那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那10点的时候就可以开始在1楼的报道。我们10点半开始呢，会在2楼隔壁旧堂2楼的礼拜堂那边举行这5个闯关的4个闯关的活动跟1个手作的活动。那欢迎呢各位就是小朋友呢带自己的阿公阿嬷一起参加。那阿公阿嬷呢可以带自己的孙子一起参加。那因为我们是几点的，所以如果你是事先报名的，跟你有带你的阿公阿嬷有带孙子的，就可以额外的增加点数。那我们当天会统计点数最多呢会得到我们的超级大奖。父亲节是拿到那个奖，刚刚牧师说小奖，但那个奖我们的大奖就是比那个还要多很多的大奖，不是那个圆山饭店的对，不是那个圆山饭店的我们是家乐福的，对，家乐福的大奖，对，好，所以呢，欢迎大家，然后就是先报名，那报名表在我们的49号的中岛那个地方，然后有报名表，那写完之后可以放在我总干事的位置上面，那我就会帮大家统计跟报名。好，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好，在松年团契及妇女团契，等一下礼拜结束后呢，要举行年会及选举，所以请留在这个地方，然后请契友注意那个时间，一定要来出席。刚刚牧师有说，你们不用拿包子，好，会帮你送进来，然后会帮你送进来，不用出去拿，好，不用出去拿。好，再来。生日助学金已经开始可以申请了，如果要申请的同学呢，请你们填申请单，然后要减负成绩单的影本。那个成绩单是115学年度的第1学期，好，不要拿错年度。然后请填好以及附好资料呢，交到干事室的生日助学金的收件盒里面放进去就可以了。在小组长研习会，就是等一下
1点在401教室，请牧养同工及储备干部来出席。好，你们就不能拿包子是吧？因为有准备午餐嘛，哈。好，来。再来，徐15弟兄告别礼拜，在8月15号礼拜六的早上9点，然后地点是在台北市的怀爱馆景仰楼1楼至真山厅来举行。如果要参加的会友，请到1楼的中岛来登记，因为家属会准备专车来接送。好，再来要为8月寿星来庆生，现在邀请8月份生日的弟兄姐妹来到台前面。好，请开灯，然后请8月份的寿星，请你站起来，然后来到台前。好，我们要来赠送礼物，然后要为他们来唱生日快乐歌啊！好，来，请来到台前，来，我们来唱生日快乐歌。来，往中间，往中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大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生日快乐，祝你我也是寿星，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在我们的周报的第3页哦，总共有58位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好生日，好，那加上今天站在台上的好这么多的弟兄姐妹，好，我们要来。为他们来祝福哦，好，那牧师这牧师有在，来请得部书啊，来麦克风，好，请这牧师来为8月的寿星们好为营来祝福。我们大家来祷告，慈悲听大巴爸上帝，阮今仔日来伫教会中间，阮礼拜中间为着爸爸节来庆祝，阮来献上感谢。但这时阵，阮来为着8个生日的。寿星伫这个所在，阮为着因来祝福。祝你早时安怎看顾因，你养起因带领因到现在，求主你继续带领因头前所不行的路站，相信因到因厝内所有的成员，嘛拢平平得到主你的恩典满满，甲因三个做伙，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阿妹，咱拍拍来给恭喜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请回座。中医长老。好，再来，上个主日有举行台语朗读比赛，那有一个影片，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影片。安尼，我别来得讲，因为啦，我是去那个。这位是冠军。下属也配套，下属不讲，下属心灵温暖。我对家己交我上帝所做山野一切原因，我是比因较高兴。我对有嘛做，交我上帝所做山野一切原因，我是比因较平平。我并不难做，上帝因食面白是欢喜，就去做面地会面头。就让他比平均比他好大个，他可以做呀。其他问题，把你写成安心的所在，
互你用光，再把互你的某囡仔甲伊的囝查某囝，拢是因互汉仔的是社会，因为囝汉仔大对我人讲，上帝敢有囝安尼喜爱一切的事，拢会当食。分这吧，互伊的某，这个是第一名。伊的囝查某囝，拢是因互汉仔的是社会。好，来拍婆来甲因。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牧师甲各位同工吼，大家的支持吼，第二届的朗读比赛吼，是圆满的结束。咱嘛伫中间看到咱兄弟姊妹的迄个拍拼吼，伫咧迄个准备的时阵吼，大家拢真认真的准备吼。明年我要继续办，今年阮知影讲，阮安怎会当改进？阮望明年继续，咱兄弟会当来参与到即个活动吼，互咱的朗读，咱是读圣经，咱圣经就爱读出来，声音记咱的脑安尼，互咱会当对上帝的话语会当更较有深的印象吼。所以今年比注就是国小吼，一直到国中吼。所以呢，第一名是赵文一。第二名是赵文的，请讲到名的啦，请上台吼。四组就是高中以上成人吼。第一名是陈美秀、陈美秀，第二名蔡秀仪，第三名贾怡如吼。好，来咱请讲到名的请上台吼，咱下面来请牧师来颁发奖金啦吼，颁发奖金。所以报名完赛都有奖品。报名完赛有奖品，今年有，明年有无？有，你就讲有就爱参加，无论名次拢有奖品吼，若较好的佫有奖金吼，所以咱来请牧师来颁发奖金吼。美组的第一名，好，恭喜！你美组第二名，恭喜！你来讲多谢，多谢。大声，多谢。好，来，四组第一名，恭喜！美秀姐，第二名蔡秀仪，来，恭喜！第三名一如，好，哇，赞哦！好，来，多谢。好，那个击败泡泡来感应，多谢多谢。好，来，我们先拍个合照，对不起。来，那个小桃子，来，我们来比几个赞。好，大家明年爱继续来报名参加，好，来，多谢。好，来，富春长老，刘丽啊。好，再来要颁发 A1、A2、A3 的结业证书。那这段请富春长老来主持。好，各位兄姐，大家平安哈！平安。我们来颁这个2026年上半年度 A1 到 A10的那个装备课程的结业名单。各位弟兄姐妹，你看你的周报第3列有你的名字，请你自己站上来好不好？对，我们先从 A1 开始哈 ，A1 的弟兄姐妹，你先站上来 A1 有23名弟兄姐妹来台上站好，我们会来站在台的大家定。好，那我们会有同工把那个你的结业证书拿给你，等一下我们一起拍合照。来 A1 的这边 A2 也准备哈 ，A2 的有13名哈 ，A2 然后 A10的也准备有51位哈。我们上这个 A1 叫做初信造就，对，那总共有12课，好，就是在受洗以前，好，你要能够来明白的基要真理啊，好，透过这12课呢，好，你能够知道为什么要受洗，为什么要信耶稣，好，然后以及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好，要怎么样来长大成熟，好，所以在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们这一期呢，3月到5月，总共有23位结业。好，那累计结业呢？好，我已经上过 A1， 来，你已经上过 A1 的，请举手。好，有上完 A1 的，好，谢谢。好，请放下。
好，我们现在累计总共有145个人哈，好，有145个人有上过 A1。好，那我们下一期开课在9月12号，9月12号可以准备报名哈。如果你的小组里面有弟兄姐妹还没上完课的，可以鼓励他。我们在9月10号开课，那但A3在9月14，A3我们都是在每个星期一的晚上哦，星期一晚上。好，那我们可以站3排好不好？来，那个你们再往前2步啊，2排好。好，来，我们跟富春部长好，我们一起来拍合照。来，大家把脸好露个脸。好，再往左手2步，再往左靠2步。慈雅，你脸要露出来。一凡可以再后退1步就可以。好，拍手来恭喜他们。好，请回座。好 ，A2 的弟兄姐妹哈，有13位，请上台来 A2 的。好，那我们在 A2 的课程叫做我们的同工来画证书来。长大成熟。好，那就是我们有用彼得后书1章9节，好，就是告诉我们的信仰好像在爬8层楼啊，所以我们有8堂课。好，那从1楼的信心，好到第8楼就是爱弟兄的爱众人的心哦。好，那透过这8堂课，好，我们知道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要怎么样能够长大成熟？好，不再是做婴孩，不再是喝奶，好，而是能够知道我们要怎么样来努力。好，所以我们现在在周报上面这一期有13位，好，他们累积来结业哦。那在教会当中累积有81人，好，已经上完 A2 的课，上完 A2 的请举手。好，请放下，谢谢你们。好，来拍手来恭喜。好 A3 我们是胡淑熙的女儿有来吗？有51位啊，你有在现场的啊，请上台来 A3 的 A3 是我们第1次上课啊。好，那我们A3 的课叫做爱人如己，好，是服事训练。好，当我们要开始服事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要怎么样服事不会受伤，服事人呢，好，越服事越甘甜。好，所以在 A3 的课程也有8课。好，那这8课呢，好，就是让我们学会去认识自己、接纳自己、饶恕自己。好，然后呢，也能够去认识别人、接纳别人，好，饶恕别人，好，能够才真正的去服侍人哦。好，那我们这一期的上课呢，都是用礼拜1的晚上哦。好，所以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好，他们用很多的时间，好，那来完成 A3 的课程。好，我来补充一下哈 ，A1、A2、A13哈，上半年度我们的补课时间都已经过了，补课的时间都过了哈。那如果你还没有补完课的，我们希望你在参加下半年度的大班的课程哦，你一起来参加大班的课程哦。我们要不然你就要等到年底哦，我们再另外再开那个补课班的时候，你再来补课哈。你可以进到下半年度的课程的任何一个时段里面去参加这个补课哈，我们都有公告了哈，你自己课程还没有上完的弟兄姐妹，你都应该知道哈。来，谢志鹏。好，那也希望弟兄姐妹好，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也好，也可以踊跃来参与。好，如果你真的在这个时间上有困难的话，好，你也可以来告诉我们的装备部门。好，那他们也有小班课。好，能够用大家可以的时间，好，能够来上这个A1 到 A3 的课程。好，那我们在今年年初的合会好也有通过，就是我们明年的执事好的推荐，好也要至少要完成 A2 的上课，好要能够把 A2 的课上完哦。好，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好也能够来一起来努力。好，再给你们10秒来发，好，没有发的话，我们拍完照，等一下再来发，好。来，那请大家往前靠1步，牧师站中间，富春，好，可以吗？好，可以啊，对。等一下，先拍照。好，谢谢。好，我们现在就不发了，我们就先来拍照。好，来看前面跨头旗，把你的毕业证书、结业证书好亮出来。就这类，1、2。
好，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好，请回座。好，现在我们要来重头戏，好，突然轮到爸爸了。等一下还有一个补充报告，就是礼拜六是领袖高峰会，这个礼拜六对，那请有参加的弟兄记得早上9点要来报到，准时报到。好，那现在颁发父亲节。好，我们请爸爸们站起来。好，那我们要来尊荣父亲，你要觉得要怎么样尊荣他们呢？好，要有音乐，好，要有那个雄壮威武的音乐。好，我们请爸爸们都来，好，来站在台上了，好，让你们上台的时候拿着红包来。我们请那个同工从两边，好，来请爸爸来到底大家电脑，好，来弄起来，好，大家弄起来，好，让大家来看看我们的父亲，好，哇，不少哦。哦，今天带来的父亲很多，来，我们给他们掌声鼓励。好，来，给拍婆啊，好。好，来，那我们的同工可以先发给父亲们。来，来往中间，好哦。今天的爸爸来算一下有几位爸爸，来往中间看，两个中诶，好，来靠近一点。没声音。发完第一排往前走，爸爸第一排发完往前走，后面好发。好，往前，嘿。第二排发完往前，好吧？第二排先不要往前哦，还没有发到。第二排先不要往前，第一排领到先往前。往上站前面一点。好，不要好了，我们来保证。可以吗？一凡那边拍得进去吗？好。这边还有那个，好，来，那站不到，没有位置来站前面。好，来，卡在家，好，卡过来，卡。还没有领到的举手一下好吗？来，爸爸阿北，好，后面还没有领到那个招待同工。好，这些爸爸们呢，好，他们辛不辛苦？他们要为他们祝福3件事情，哪3件事情？忘记、努力，第3要向着直跑。好，来，我们数1、2、3，1、2、3，站。各一张哦，来，1、2、3，站。好，谢谢爸爸们，父亲节快乐！大家一起说，父亲节快乐！好，谢谢。说谢谢，父亲节快乐。以后换你当爸爸。好，我们请大家一起站立起来。好，我们要来结束今天的礼拜。好，那在今天的礼拜最后，我们用这首诗歌，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感谢主，我们今天的礼拜好能够顺利的来进行。好，虽然有台风天，好，但是呢，为了父亲天父上帝，我们都来敬拜他。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
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最后一次，走在高山深，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拍手，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特别与每一位爸爸们同在，使每一位爸爸都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带着全家向着标杆直跑，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再次给爸爸们掌声拍手，哈利路亚！最后我们请大家来开口来唱这首歌。我们仍然是上帝爱的孩子，我们上帝永远爱我们。当我看自己渺小无能力，天父看我说你是我的孩子，在你创造里我是大能的勇士。没有曾经去追随着我，我是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称赞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称赞的技巧。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我是天父的孩子，敬拜中得到智慧，手中有权柄能力，右手有称赞的技巧。天父的孩子，我是天父的孩子，带着希望的种子，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满有属天的盼望，喜乐充满我的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将赞美献给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拍手赞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请坐，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结束，请大家互相请安，然后要帮忙收拾灰色的椅子，对，灰色的椅子，然后橘色椅子不要动。那我要报告一下，这里